點解話飲冷會傷肺呢？其實呢，冷飲本身唔會直接凍壞肺，但可能呢通過間接途徑影響呼吸系統嘅健康。從中醫角度嚟睇呢，肺呢被稱為嬌臟，既怕熱又怕寒，尤其係畏寒。冷飲入咗胃之後呢，寒氣可能呢順經常犯於肺，引起呢肺氣宣化失常，出現呢喉嚨痕、咳嗽、鼻塞，甚至呢反覆感冒。更關鍵嘅係呢，冷飲呢會損傷脾胃陽氣，使得呢水濕運化失施，濕取成痰，痰取於肺嗰度，引發呢慢性咳喘同埋痰多、清稀等問題。現代醫學呢則關注冷飲冷刺激帶嚟嘅實際反應，比如話呢飲落咗嗰啲冰鎮飲料嗰陣時呢，咽喉同食道嘅黏膜血管呢會反射性收縮，局部血流減少，免疫細胞活性呢就跟住呢下降，減弱咗第一道防線。對哮喘或者過敏體質嘅人群呢，冷刺激呢仲可能誘發支管痙攣，引起胸悶氣短。仲有呢低溫仲可能抑制呢呼吸道嘅遷霧運動，俾啲黏液呢排出變慢，增加咗細菌滯留同埋感染嘅風險。所以呢冷飲雖然解暑，但呢唔能夠貪多，保護脾胃、溫養肺氣，少啲冷飲，多啲溫水先係穩妥嘅養肺之道。